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0号，公元2017年3月17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宣布2017年为西藏运动年；南地罗尔省行政长官保证西藏自治的可能性。藏人行政中央驻海外办事处各项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文化和宗教权利表示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参加第1届西藏妇女日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五3月10号，数千名藏人和支持者聚集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大乘法院，参加由藏人行政中央组织的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在会上，西藏政治领导人司政洛桑桑格代表噶夏发表讲话。司政表示，2017年为西藏运动年，并鼓励全球藏人为早日解决西藏问题而同心协力，勇往直前。司政洛桑桑格在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激发全球西藏运动，噶夏决定将2017年作为西藏运动年。2018年将是藏人流亡他国整整60年的特别之年，因此我们将把2018年作为感恩年，并衷心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印度政府和民众在过去60年来对流亡藏人的热情接纳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司政洛桑桑格表示，我们要缅怀那些奋勇反抗中共入侵的西藏3区英雄儿女们。同时，司政呼吁国际社会要关注西藏境内侵犯人权、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并呼吁中国领导人要恢复与西藏代表间的对话。司政还指出，西藏自由抗暴日来临前，西藏首都拉萨出现了1000辆军用卡车运载5000多名官兵，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使拉萨这座佛教圣地如同烽烟四起的战区。司政在讲话中谴责中国政府对藏人实施不平等政策，阻止他们参加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年元月在菩提迦叶举行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从印度强行召回参加法会的藏人，并撕毁他们的护照，还对他们进行严格监视，行动受到限制等。参加今年西藏自由抗暴日活动的外宾有：意大利北部南地罗尔省行政长官阿诺·肯普什尔博士，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代表米歇尔·雷森，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康施奥等贵宾出席了此次的纪念活动。此外，3月9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和到访达兰萨拉的意大利南地罗尔省行政长官阿诺·肯普什尔博士等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政洛桑桑格对阿诺·肯普什尔博士长期以来支持西藏问题，并为藏人行政中央及工作人员传授行政管理知识等表示衷心感谢。阿诺·肯普什尔博士表示，西藏和南地罗尔有许多共同点。他强调，南地罗尔可以向包括西藏内的其他边缘化社区作为真正自治的例子。此后，阿诺·肯普什尔博士在参加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在致辞中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支持西藏，并表示西藏事业总有一天将会得到胜利。阿诺·肯普什尔博士表示，达赖喇嘛第一次到我的家乡迄今已有20年了。从那时候起，我的人民与西藏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当然与我的前任和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私人关系离不开，也是因为西藏和南地罗尔人民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表示，我们都是山民，根植于我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们珍惜自由，我们都有决心保卫我们的权利，特别是我们的身份。阿诺·肯普什尔博士还赞扬西藏人民有决心为争取民族自觉和生存而奋斗。他表示，西藏人民在争取民族自觉进程中已经牺牲了许多生命。
今天，西藏儿女们仍然牺牲自己来抗议中国不可忍受的压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海外办事处的各项消息。3月1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华盛顿特区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董事会主席理查吉尔和执行主席史密斯·理查德共同访问了美国国会山庄，呼吁美国新政府和国会要加强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和支持。代表边巴次仁还同参议员考葛本·卡丹、马可·卢比奥、约翰·麦克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艾略特·恩格尔和吉姆·麦高文等进行了会晤。此外，上周二，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屈佩茨仁与英国北安普敦市议会副议长、市议员菲尔拉拉特、北安普敦市市长和议员克里斯陀费·马尔帕斯等政要参加了北安普敦市市政府门前举行的西藏国旗升旗活动。该升旗活动是北安普敦市1年1度的盛事，由西藏支持者卡罗琳女士组织，超过150人到场观看了升旗活动。同样，上周四3月9号，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在瑞士国会大厦前举行摄影等活动，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并称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西藏人民同在。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欧洲多杰先生等共24人参加了这一活动。与此同时，从3月26号至4月3号，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5名成员将前往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访西藏流亡社区和藏人行政中央。在返回瑞士之前，各代表还将在新德里与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进行会面，并讨论相关西藏问题。3月10号，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负责人托马斯麦先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讲话，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以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问题，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要有效地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紧接着，上周五，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纪念日当天，俄罗斯藏学和佛教学家在圣彼得堡市立图书馆举办了纪念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活动，并向民众介绍了西藏和俄罗斯长达4个多世纪的交往历程。此外，当地藏人和远藏人士聚集在莫斯科的哲蚌寺国莽佛教中心，举行了纪念西藏自由抗暴58周年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简短地介绍了主办这一活动的原因和意义，并呼吁俄罗斯和蒙古人民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另外，3月8号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针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权受限表示关切，并表示将与中国展开人权问题的有效对话。高级专员扎伊德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年度报告、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处的报告做了1小时的介绍。扎伊德表示，我对文化和宗教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感到不安，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我将继续与中国政府接触，就人权问题进行有效的对话。接下来，请看最后一则消息。3月1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首次举行的西藏妇女日纪念活动，并向在场的包括西藏妇女为主的流亡藏人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在纪念活动上发言时，对噶夏妇女赋权政策修订版所付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西藏女性既有潜力，也有机会表现各自的领导才能。现在是为全球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达赖喇嘛尊者对以宗教为名实施暴力，以及当今世界因人类的贪婪而造成的种种问题表示悲伤。尊者将上述的这些不幸归咎于当今世界缺乏慈悲理念。
并指出更多的女性领导人上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不幸。达赖喇嘛尊者还赞扬了去年12月20位藏人尼师完成为期4年的学经修法后，经过考试正式获得西藏历史上的首届女性格西，相当于世俗教育界的博士学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也在西藏妇女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司政表示，3月12号是缅怀西藏巾帼英雄，他们为本民族的自由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所举行的纪念日。噶夏将一如既往努力地为西藏妇女铺平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并提高流亡藏人对妇女在社会中不可或缺作用的认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演讲时指出，1959年3月12号，西藏妇女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而群起抗议，而今天西藏妇女也继续在西藏非暴力自由斗争的最前沿。此外，参加西藏妇女日纪念活动的法国参议员安妮克·比伦女士、澳大利亚参议员丽莎·辛格女士也相继发表演讲，共同称赞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为妇女赋权政策所做的努力。西藏妇女日是今年2月藏人行政中央在公布西藏妇女赋权政策修订版后召开第一次西藏妇女赋权会议期间宣布的。1959年3月12号，上万名藏人妇女在西藏首都拉萨集会，抗议中共非法入侵。这一天被称为西藏妇女抗暴日。此后，流亡藏人每年都以各种形式进行纪念。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